學會講嘅黑愛嗎？大家好，我愛你。哦，他中了，他宜啦中了。好神，我们自己都很满意哦。嗯来，你们觉得呢？刚才没炒豆腐后事，真的很想再做一次月子。再做一次是不是？会这样？天你老公在现场吗？我老公今天就是没来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明珠姐曾经有一次，别人都30共产過，很成功。要给他麻烦你昨天让他编好吗？昨天哈，觀眾朋友都捏把冷汗哦。对不对？哦，那么干，猪皮是我的爱。糖的皮，你同佢講乜會健壯係冇？係咪啊？係啊送。啊，做飯唔是用你落做下嘅。哦，拍攝。 Hello，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楊淑坤，一家之主我係民族。我係莊百強。今日當歡喜呢來到桃園嘅八地日特別哦。哎呀，講到巴德，我係咪想講哦？百強如果講嘛個四維的梗之類的。沒有啊，我沒有想聽你講。哦，摸哦。你看你想講乜嘅？就是四維巴德而已。 OK。因為其實我動到嘅親戚朋友咪喺度，巴德兩片嘅大哦。真勁哦！等下看一下內邊就想中嘅冇。哦，好啦，馬上呢，先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錢玉鳳齊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房嘅，大家阿好。鳳哥你好，還有640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謝玲。阿謝玲你好。好，看起來兩位都沒有。基隆山我都知道，認識很久。OK。三號輪呢，有分享到係鳳吹嘅潛水站係表姊妹嘅。陳雅芝、韓家楊麗、冰勇記，歡迎。我是洋洋。大家好。嘿，你好。大家好。咱最今日嚟分享到係姊妹哦，吼，入皮花咯，入熱秋。歡迎。大家好。現場問一下，我要特別的兩位太姐哈，最近怎麼那麼可愛？哎呦，本來想問他吃的，我都捨不得了。沒有，你講到可愛哦，你還做那個可愛的樣子，很可愛耶。我是客家媳婦，沒錯。哦可是一直都住在台北，也包括先生3歲就在台北，所以客家話糖油嗎？一點點。這麼點，這麼點，你是這樣那會說的呢？講多少呢？猜的比較多。那 boss 阿用陳雅姐，你有會講嘅黑愛嗎？大家好。我愛你。他中了，他中了。扯開話題了。第一集好了，不然大家到邊有嘛個好食好搞的有那個太皮桶，還有肉雨松。落雨松哦，對，適合約會。是。對，剛娘老公會帶你去那到邊約會。今天知道了，下一次就去。下一次，那陳雅姐，你會煮什麼客家菜？客家小炒，客家炒牛。大腸。哦，我已經確認她是貴婦了。對，剛剛講的那個大皮糖啊，可以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？該片又蠻好搞哎。該工人動態啊，有親子活動很好。禮拜天哈，禮拜日動嘢，專門煮蛇蚵魚料啊，它動到個乜呀？自然生態啦。以下的給每一種寂寞的人，你一定覺得很遺憾。怎麼說？因為呢，你一定希望是他們女兒來。哎，我一直看左前方呢哈，一路上係耶，妹兒係有男朋友也麼？見不見麼？見本應麼？天公英馬麼？係天公媽媽麼？啊，咋個嘞？沒麼？哇，你真的是很兇殘的媽媽呢。好啦，看到啲時沙轉經都聊不完，真的太有趣了。真的而且呢，清一色又會全部 say 麼？有沒有很有壓力？你啦，身為好男人，唔會 say 啦哈。就前半鐘的特色，客家嘅 say 麼喲？真嘅，你特色唔係。對，馬上來看一下第一次料理食材係乜嘅？好，撒下來打開呢本大家看一下，來到八地都天菜愛食嘅主甜食材咯。國菜，我的愛，國嘅菜，馬上嚟來分享到有中國嘅菜嘅牛年係用前春太公。來，大家好。因為寫呢種係冇。定一下，太公要中嘛？有咧，好中嘛國嘅菜啊？國菜嚟講1號鐘，那時間係太出嘅，差唔多處理下，差唔多秋末，秋末呢段時間。甲中藥嘅唔係用嚟冰洋嘅容易係點鹽。 2種都做得啦，2種做得。它是一般來講哈，用粽子
种子注意，金水，金鱼是4点钟，哦，还要放啊，韩国中的时间呢唔多就是日头晒得多，韩国吹人要排水好，排水好，真嘅有做，吹张马太，那你去甲过田哦？系哦，那初本你张当阿婆过田呢，佢当难呢，叫做谁咧？92歲，講阿婆。女主持人就不用問了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我問一下國菜有冇英講哦？這個應用嘅假車凍過係嗎？它一般是含鐵質啦，凍過，鐵質含進過，貧血飲的事情哦。有冇要帶澎湃來唱睇假什麼？聽錯要啊，要啦。啊，燒多人用來。老一嘅講埋落雙條就好了。食佢。好巴咯，很入口，凍切，還有凍青菜哈。懂嗎？柳營養加吃懂過。天雅姐，你覺得呢？很脆，烤得很好。真的。啊，問一下哈，我們這邊就又公平公正了，又好血哈。好血，凍好血。一都好血。有專業。它的料理方式，又不用油，唔會按油呢哈。清炒之後很爽口。今日呢就拿下前村泰國帶到安針地位國菜來進行鐵管的料理挑戰嘍。屋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生起自家嘅好明星。用隨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魯菜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面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碟，一家之主送菜嚟。好，那下嘅國菜呢，按針地位搶出來變化出本太家嘅英雄動詞嘅料理，嘅就冇簡單呢。風吹帶來嘅料理都馬名誒，麻油國菜。哎呦，安康嘢嘅菜呢哦！來，咱雖未咁簡單哦，咱次今我哋做嘅料理係乜嘅？用心國菜。嘿，養生啊，養生，就很養生的。哦，好哦，太七家有信心嗎？有哦，真的有嗎？請定哦，太家加油咯！比賽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，哦哈！趕快咯！我們這組真的太優雅了，我告訴你，等下做我們的客家呀，導演，而且一定用啥全部都係客家心 Q。哦，真的哦，本身咩客音哦？是我們的客家的。來，好好分享一下。一定要。來。好，來。我說雅雅姐，這個國菜該不會是你種的吧？你當成是農夫？這個不是。是農夫，現在是業餘農夫。真勁哦！你看吼，有啲人種菜係為了生發，有啲人種菜係很現實。你肉安太的係嘛？咁肉啊？每一條，它叫每條，你可以這樣挑。對。你等下係切片係嗎？切絲。哦。糖黑色的雅雅姐，糖黑色的。這個還沒有一些薑草嘅川七一樣啊？也差不多啦。麻油炒川七那種概念嗎？對。哦。唔講你都用嘅薑媽係先去泡皮嘅嘛？都麻油泡皮嘅哈。你要乜嘅？我要米酒。米酒。啤酒嗎？啤酒哦。你要幾手？2手嗎？2手。一點白胡椒。哦，胡椒粉。對。先錄一下哈。對。哦。我快一點。不用。你要筷子嗎？多也可以的，那要不然還是你原本想用手？對，沒走的啦。好，那交給你們了。OK，好，等下都中了，謝謝，小心哦。哦，你嘅食材差唔多呢。那我想問的是，冇窮人風水冇窮人係雞飯係嘛雞？你係松子，那真的比較貴。松子哦，講究要松子。松子是那個高檔的食材嗎？高檔的。貧窮限制了你的想象，對不對？哦，真的。已經差唔多有6方嘛。對。上一啲哋做個青醬嘅時節，有話西餐嘅青醬，佢有嘅人會用個松子。哦，他係冇食過。冇食過嗎？我吃的青醬都是那種調理包的。調理最好是。哎，加安豆油哦。先煸嘅。先煸乜嘅？先煸豬肉。哎，該拍嘅款係便利款嘅嗎？係。是就加便利款嗎？有。還要加埋嗎？米酒。先錄一下。啊，枸杞哦，等下咪有用枸杞哦。養生。
难怪哦，对，养生，你每不你冇要是按养生的东西嘞嘛？一做嘢你哋輸得到啲東好，記得做嘢得做嘞。嘢輸得唔係啊，講緊這每一做嘢都係輸你啫。干嘛？你是心碎啊？很正常好嗎？係啊，所以間有別個是在而生了去咯啊，是只炒嘅啊。係係。咩？等下我先落中央先撩魚咯，有嘢。生了去咯。先留意咯，先别不跟用哈。那等一下给冲瓷哈，就是蛋墙不用落去就好了吗？还是要炒好了以後是直接用脆面當出來，基本身已經炒香過了，又炒香過。係，是唔是過炒誒？買一些是幾時炒好誒？有麼？我都冇炒，幾買已經炒好了樣嘢。冇淨係看你好炒對麼？好。我來看有炒過，冇炒過。哦，完了聽家講炒好誒。專業的來嘞？有冇？那學一下。哦，松子酥超好吃的。嗯，真的嗎？冇炒過哈，來。咁樣講啱啲。哦，照炒也係加油炒。啱啲。哎，咁你講。去我們那邊了吧？係，我就要看唔會加便宜啦。哇！用嗎就別到哈。对，會中颱風嗎？唔會啦，不會。俺有豬肉而生了去咯啊，用吧。不用了，我們現在好了。米酒哈。米酒。哇！哦，你們是某空工蜜酒嗎？阿布哦，哎，凍不哦，對，你看前面的大哥都笑了。第一道蜜酒熊給的就 sell 哎，口生我們自己都很滿意哦。嗯，來，你們覺得呢？跟脆梅炒豆腐，真的很想再做一次月子。再做一次是不是？會這樣？你老公在現場嗎？我老公今天就是沒來。哎呀，真的。好嘞啊要！做什麼？沒有要倒起來先當菜哦，等一下。分開來炒係嗎？分開炒。雅雅姐，你講你的興趣有種菜啊？你的興趣有煮菜嗎？有啊，有興趣啊？也有哈。你最會煮的除了什麼客家小炒、那炒大腸、客家男人哦，還有什麼？梅乾扣肉。梅乾哦，都是客家經典料。對。要麻油呀，用呀油。如果跟木底要的呢？哈，它會加哦。全部下。就我們這組就是太薄的哦，你快炒一下。快炒一下。要不要下千一滴滴嘞？要加落去，各位不用一些。我要一點鹽。鹽。好，我們等下再過來咯。差不多了。好。來要扔開放，來。好，最小的火，我們要最小的火，我們已經煮好了。好嘞啊！煮好嘞啊！煮好嘞，煮好了。啊，米頭就起過了哦。哦，燜嚟啦，你愛吃米頭。啊，最貴嘅葱子冇加哦。一下。哦。一點味㗎。對嗎？可以再放一點。乜嘅？不用啲鹹時候嘞。哦，鹹。喂，調油也係染。染。冇不用調油。好。係不用洗的時候嘞。調油落去哦，叫佢水糊糊，前來糊糊哦。你們就是要葉子的鮮綠色。該瀝的就要瀝。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，等一下葱子不用了，去差不多了。好，倒數了。好，來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出嚟吃困難體管底度，乃木卡米西考好色嘞。好。兩個呢，各個菜料理啊，當營養。剛剛呢，私底下學姐講到講，哎，炒麻油啊，什麼年中年的時間最後，他還叫我要多吃，我還沒呢。一忙中年的啦，哈，用走嘞，太早了。對。哦，先學款，先做個功課。好，太高了，吃困哦。好來，好吃。哦吼，酒的剛剛好。崩開麻油啊，哎，賭紅呢？這個酒的量我覺得很好。如果你這裡面有雞肉，我一點都不會懷疑，有可能是麻油雞耶。有滿意嗎，雅雅姐？有滿意。這樣你們家裡面平常煮的米頭有蔥嗎？有蔥嗎？在家裡煮的是這樣。口生我們自己都很滿意哦。來，你們覺得呢？很好吃，這個料熟菜啊，配個麻油啊。凍乾梅，
有一种成功来坐月子的感觉。上都该容易大家都怀孕了。啊，比方这嘞，哦，该垂眉草动读后续，真的很想再做一次月子。再做一次是不是？会这样？你老公在现场吗？我老公今天就是没来。哎呀，他想再做一次月子啊，就让他做吧。后续都安用音了哦。但要先生哦。哎，先生出来。先生出来。会晚上跟他喊话一下。哦。因为酒已经干了解。他醉了啦，姐姐。醉得好啊，醉好。来，好，不会是男吹了可能。哦，大家落去咯。佢感覺哦，要強下炒過，所以佢食嘅地步度吼，凍天哦，害我也想坐月子了，好鮮呢。裡頭要松子有沒有加分？有加分，这个很養生，很養生哈。碧玉姐知道哎，好吃，平常很少吃到有松子的。它一般都不卡住来你们说。好，松子给它油脂对生活里面浓厚，它油脂很好。阿姐，只個講一下，幫自己最後加分。喺國菜炒馬肉咯，人家炒先間這個炒上冇是用。唔會啦，阿欠氣哦。不過各有千秋啦。對嗎？啊，你左手邊那位做完月子了嗎？還在醞釀當中，剛做1個月。好吃嗎？好香哦。好吃。我覺得那個剛好那個枸杞的甜米哈，又叫到該菜都細血甜甜是加甜粉啦。真的，唔是加埋個湯啊，或者調味啊，跟港地嘅甜味是做辣的。好，緊張嘅時間到了，馬上呢先來搶7師傅搶本分數。好，兩下看下阿瑟琳搶本分數。你阿布給的是他呢？有老公臉歪掉了。來7師傅，要小其心哦。實兩片做了動火是正常的嘛，把那個跟松子油啊會炒過，嘅油脂還會出來，是正常的安用音啦。阿瑟琳，雪玲姐很明顯，我幫她講。有老酒啊，有老酒。我啷講，你品菜整然就係媽媽以前的老師傅嘅菜啦。俺家咧當有創意，唔講啊，建議喺邊用炒咧，我用豬肉，我用松板肉啦。你肉用牛呢？姐姐，他們的預算在松子了。這松子係其次嘅配盤啦，係下擺炒國菜，我用含嫩一啲啲嘅肉來炒。好，以上用煮豬中英蒸飲然後是唔夠唔怕，要張踢一管聽聽，等下最外面還有扳回一城的機會。好，先來看一下，基本呢度也嘅國菜啊，都在做馬變化，來看一下7師傅帶來嘛4個料理而搞大家咧。總鋪素滷菜。好，又到7師傅嘅4個料理時間咯，睇起大家好好來哦。今日菜名係乜嘅咧？麻香素雞菠菜餅。應該係講食菜還係菜名？菜名啊，係啊。啊，食菜啦，一一介紹。好，麻香是麻油嘛，麻油。啊，你係素雞，素誒。杏鮑菇係嗎？雞絲啊，這很適合你食咯。可是它是素，真的是杏鮑菇吧？然後用那個是安用嘅，我教安用吧。哦。又長啊。又長誒。三個包好，你還唔會配？係唔會配哦，這個很好啦，還有乜嘅？還有乜嘅？國菜，國菜，然後該配色誒，鳳椒先掉，啊有倆薑末，薑末，啊倆係有兩種粉，兩種粉，倆係中筋麵粉，啊倆係再來米粉，再來米粉，倆係150克，啊倆係30克，啊水150，啊個等下會撈水攪強下，啊倆先落去煎。煎這樣落去鍋裡，啊菠菜餅去煎隻餅安用嘅。哦，你現場要做餅哦？係喲。好，提白做係哦。那杏鮑菇也是水果嗎？啊，出的時候咧，出的，回去要做給老公吃哦。啊，就先來別個杏鮑菇哈。你看，你係讓油下去嘛，油哈。我煎的意思是，撈雞嘅個香氣啊，我他們出來樣嘅哈。那就先攞去調粉，也係再來米粉，撈水150哈，調啊，因為從，我對要做該老做油啊，油哦，油哈，
安脚脚。大家有问题吗？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嘛？看得到。我水一点嘛，好吗？好，这样。哦，你真的很适合做助手呢。好，停。好，好，菠菜，对，哦。哦，叫强下哦。强下，好，也未差不多香呢。好嘞，好，是吗？哦，香菇一定要炒皮香，刚豆牛的。啊，国菜唔是先炒过，国菜唔是。等下煎是会熟的哈。嘿，等下煎是会熟。啊，老去叫强下。其實你係嘅提這擺看到你用很爆骨拿來做雞絲誒，有看過嗎？冇看過。像我都直接吃素的人做的是啦。哦，像安樣油啊，也那個倒沙拉油。做乜嘅加油啊？我煎餅的啊。哦，你睇鹽應該倒落去嘅。冇唔是。哦，你先去煎下餅。啊，用媽媽嘅水煎嘅表。我等下要做一隻醬汁，哦，做個醬汁。哇！煎兩餅要愛洗下水煲都要煎。剛剛不是挑米嗎？唔是，我等下要做個醬汁啊，按等下洗嚟洗得油啊，是換個醬汁是做得咧。啊，你又要見到半隻餅啊用緊。哦，謝謝。今日做餅吼，啊，聽出來強到吼，都會變面嘅女神。瑪莎會變面呢？瑪莎。我跟你講，明珠姐曾經有一次別人都啊，Sam 是共產國，很成功。那這個麻煩做你那邊好嗎？做得好。好。反正吃散的就散蛋而已。好，像你安樣那木蓋，先啃米它，半加有水蒸氣下腳熟了哈，那就呀彩醬。你係擺盤也係做醬啊？做醬，我等下做一隻醬哈。哦。也莫打爽看，那就講有乜些料有啊？要捏出來是做得的，哦，啊對啊，切成丁啦，哈。哎，大姐們怎麼都點點的？係啊，全部都冇聲音咩？有功法呢？還是你覺得也挺簡單呢？挺簡單的啊，不放在眼裡嗎？各位？沒啦，沒有很專心，我很專心在看。定看啊，好可以了。那要煎多久？要煎幾久吧？要怎麼看它可以翻面啊？等怎麼看一下？讓他看一下，好，你看你要有水出來炒嗎？那個有水啊，有面。好，你看，你來看一下，差不多變面咯。應該變面，我請馬上。來，你試看了嗎？他是真的會。真勁嗎？可以啊。真勁啊！好，來，真勁啊！我倒數嗎？真勁。來，可以呢。收視率高點去考你了哈。3，不要幫我數。要你自己動作準備。那你自己。來咯，觀眾朋友都捏把冷汗哦，準備。哦！啊！真的很剪破口，有是安用的哈，好，希望你哦。來，中上鼓勵一下。市場見到安用的哈，我就先拿油，我都做醬汁了哈，一樣冷油下去哦哈。要用嗎？用嗎？冇。啊，你要強壯哈，不給甜甜的煎哈。你看我哋好，就不要蓋蓋子哦，你知道為什麼嗎？它這樣才會酥脆哦。它一樣冷油下去，所以你一醬係用麻油來做。麻油是好的。哦，呀，彩椒用下去。你一個水水浸落去嗬。好。好，你看你下油啊，你差不多要熟啊，是大概中火，按個不給加油，按個逼出來。好，你看咯，我哋還要出一點麻油草啊，他們加哦。來先來調味哦，鹽，然一點。你等下有時是加的啊，哦，撈個餅強下是炒的，哦，然後與我拌麵咯，那跳口你還好，我看你跟明珠姐馬上很好厲害，來，現在這樣我壓力動彈，因為現在已經不會失敗了，不會失敗啊，對，絕對不會失敗，絕對不會失敗，所以你翻吧。你來應該是失敗的，應該是可能嗎？做對啦，你敢嗎？敢啊，好，來，最佳助手，你冇變過呢？唔怕，好，做對，不要跟我數，做對倒數啊，你數一下，你。有啊，按是凍醬哈。你冇失敗啊，凍是冇話新手感嗎？哦，咁麼幹？豬皮是我的愛。糖的皮，這個你會嗎？甜吧。
哎，臭臭臭，阿前吧，阿前吧，睇下講好嘅朋友乜嘢？嗯。你看，我哋最尾有啊，火罐睇的。哦，分2百架。等下好，按时好了哈。師傅，昨天老太講一下，分200架麻油嘅容易係嘛嘅？我們冷油下去煎的細節油啊，佢講麻油的香味會被揮發掉，煮開。按我哋停200油變幾慳個油。哇，雕妹，很會呢。哎，碧華姐要坐月子，多聞2句。玲姐沒聞到。玲姐啊，我還聞很久了，好不好？還不是中年的，做得中年的感覺哈。哦 ，too much。好，然後來，等下先休息咯。好，等下鎖秘密武器咯哈，嗰個擺盤的動作咧。所以該下該講哦，是去加沾嘛哈。啱聽哦哈。往那邊，好，我膝蓋都變過咧。哦，來啊啲，哇，咋個都200，哦，你很會把妹呢哈。冇咩，很會啊，好，冇啦，冇上。車車呢？但是又躺多，又躺得上哈，這很難擺啊，哦，所以你要擺什麼？哇！又條從熱講蝦餅啊，熱講蝦餅，按愛的料油啊，是餅就開始種哦，按都有系列細節油啊，是記得哦，要沾這個醬哦，強蝦蟹，好酷哦，有醬嗎？有哈，所以按用煎枸杞後，該地步都該焗出就又熟咧哈。你等下試試看哦。你覺得呢？應該也有了。有了啦，因為我覺得它的厚度蠻夠的，口感應該蠻扎實。走的哈。哇！麻香素雞菠菜餅。那你要去後勢嘍。好啦，這個起死鍋料理為什麼不用那麼枸杞啊？來就上來門哦，來，今日題目係乜嘅咧？我哋題目係要啊，汆燙過嘅個焗菜嘅水啊，有乜嘅功能呢？吼 ，A 澆花漂白衣服，B 傷口消毒。有嗎？同嗰個水是倒貼就好咧咯。媽媽最多就拿淋法聽聽吧。淋法嘛，哈，係啦。就是叫皮要水乾帶下。哦。啊，風水嘅阿姐想係寫乜嘅咧？可以先猜拳吧。來，先猜拳。好，來，馬上我來猜拳。好，剪刀石頭布，你看，來。沒關係，不過要答對，不過要答對哦。漂白嘅上腹也係傷口消毒。漂白啦，一定是漂白。哈？你確定？係嗎？好哦。真嘅嗎？做得漂白哦。我係唔知啦，我沒唔知。早知道就拿來漂白了。但是因為咱水寫 A 啦啊，風水。如果它可以漂白衣服，那買色漏衣服可以漂白皮膚嗎？誒，那冇維他命 C 排泄。OK。啊，風水煙本上係選 A 呀，係 B？B 係啊。那我選 B，謝謝。我改咯。好啦，我們交給上天咯。答案係 A 又係 B 咧？答案係 A 哦。做乜㗎？立刻給我試試看。好，來。漂白哦。冇啦，解答啦。碰沖油個上浮蛋白油啊，有個黃色污垢嘅成分，主要係個蛋白質啦。而剝個焗菜經過水煮以後，又要為釋放可溶解蛋白質嘅成分，使衣服恢復潔白。對咧有蛋白質啦大家會有這個實驗精神嗎？有嗎？立刻來，你這塊黃掉了。做對咯，等下，等一下我們就來試試。我人生非常多污點，昨天那位誰呀？我諗我先選，莎莎都選咯。因為陪個彩椒是。對，強下，放個醬強下。
你不准，碧华姐她准。你这样有满足吗？真的要坐月子，真的哈。你怀孕了，回去努力。有了。哎，你老公压力可真大呢。所以这是本港怀孕的料理耶。好吃。没有啊，你姐姐嘞，有点脆的感觉，冻好食。去白雪糕。真紧哦。啊，Celine 呢？結婚吼，你看到去見到叔叔們啲食起來，唔會像呢個食到凍嘢嘅感覺，啊食起來就口感凍好啊。啊，你很喜歡做嘢的嗎？我唔想嘅呢，我做阿婆係客家啊。好，你係知道吼，你阿粉吼，就是那個調的比例很重要，因為它地不多嫩嫩的、軟軟的。但我比較就熱啲啲嘅斜斜嘅。你吃太小口了。係啊，你啱啱食聽呢？要個頂下啦。係啊。一定有問題。它要個地部嘅國菜嗬，風水家下係咪國菜加麻油啊、米酒啊？呢啲做得長啱用做。大家要調色啦，正然同好食，要個 QQ 嘅，加幾種料佢係用麻油嘛哈。你講睇下。是看重口味，就做用酸頭啊、酸油，但又更重口味一點，就做的。好啦，因為頭前我剛剛風吹得到2分哦，男主要加油咯！好，馬上就嚟進行最杯米館料理挑戰。我係太宗譜，兩嘴運用接力嘅方式，就自家嘅口味，做出自天嘅菜色。喺之前都唔啲接力順序嘅情況底下，兩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，殺亂紛紛麼？到底哪嘴真係真正嘅一家之主呢？你誰來上菜了？好，又到嚟料理接力賽嘅時間咯。到底起碼嘅菜色呢？先來看一下，會不會太難？好，鳳壽豬腳筋，我喜歡吃豬腳筋。豬腳筋誒，那咩呢？啊，切好了嗎？切好嘞，切好嘞。好，那就沒關係了。好，馬上先來。好，你先來。好，先到體力嘅手提到哈。那冇檢查嘞。來，動用兩隻，1、2、3。哦，真緊係體力開嘞。哎呦，來，好，幫你。1、2、3。體力開。嘿。可以啦，可以。好，婷都剛剛有翹腳，我有發現。但是為什麼大姐對於我們兩個抽到這棒，他們都沒有？沒感覺，因為他們都太強了。太強了，而兩條不管都那個棒次都走的。對啊。有信心嗎？有。尷尬笑。有信心嗎？有。你也尷尬笑是什麼意思？好，馬上嚟進行最杯米館料理接力賽。又到嚟料理接力賽嘅時間，兩組嘅鐵棒次呢都已經各就各位，看起來呢南區面前咧看樣地位唔夠冇相關，馬上嚟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開始咯。來看一下張博謙哦。我們先切個鹹菜哈，切了。切個滷味嗎？唔係阿錢伯，阿錢伯，阿錢伯，你睇下講好嘅朋友乜嘢？你要衝突做得嗎？做得。啊，你還有準備乜㗎？豬腳筋，先切豬腳筋好嘞。你一定要懂澎湃。係啊，東鳳牌呢？小黃瓜，玉米筍，蘿蔔，還有鳥蛋，還有甜豆啦，哈。甜頭。炒一盤大概夠就好咯，冇強度哦，食菜強度。因為你凍好些個豬腳筋啊，明珠姐沒凍好些，我們兩個人就吃大部分的量。不一定會好生你切夠。係啊，切多雞。對。那我們等一下，那以酒精殺菌一下。好，切好。還有切乜雞呢？哦，其實凍透皮了。夾切咯，有時間的哦，吼。啊，我先通過嗎？我先通嗎？哦。哦，啊，水蠻滾呢。每日是菜線切好來這樣燙和做的。好，我到底聽誰的好呢？先切好，先切巧。恰豆哈。恰豆是對半切是都得的啦。對半。嘿，對半切加切。打切。還有打切。這樣對半呐。安婆哦。水滾咯。水滾咯。好。啊好，我動作啊。啱有滾嗎？好，動作。酸頭忘記了，但我怕不要。哦，本來凍緊重哦。會緊，咪會緊張哦。沒有，哎，你還會幹嘛？東西會去腥嗎？會嗎？不用，都有試酒啊。試酒啊？知唔知酒？米酒不用落。酒啊，酒。係酒。米酒。酒。唔玩到。好，十個攞切，幾多泡？
432啊，432啦，432便有便嘛，人家钓鱼家片看你。好，拜拜。唔上款呢，上狂啦，哎呀。主角今日先通过吗？通好诶，通过哎，通好诶。好快应哟！该嘛该。海参，哇！我的爱耶！應該係真係賣要發過啊，係呢隻家發過嘅，買發過，發過嘅哈，把握時間哦。哦，佢當好當 Q 呢，這太棒了。你還有乜個食材嗎？呀，黑馬蓋，幹嘛蓋？豬皮是我的愛，糖的皮，好棒哦！用班有加雞咯，要買你做哎，陈雅煮的，陳雅膠質哎，李坤，嘿，他那个因为是刚好他妈妈来，那煮给我妈妈家喜欢吃，我有卤了，我就像红烧的东西我就加进来一点。太棒了！你看我们题目就是红烧，佢家豬皮是多咩做的固味的地嗎？对，對哈，好棒，那个身体会更好。哦，我們贏定了。哦，加腰哈。好，哦，先別物計咧，你也該黑馬蓋，咁物嘅東西咯，煮水，粒煮水。哦，甜沙，好，这个是我们娘家的粒煮水。 3、2、晚飲料，晚飲甜沙寶料，馬沙，好，那好了，这个可以倒下去，都落地嘛，全部吗？全部。全部，因为它那个小天哪，这个膠質，小心哦，我一定要給大家看一下，不用不用不用。哦呦，甜二燒，你看，哇跟碎飯的一樣哎，水板啊，水板，豬皮，然後加一點點水，不要你們竟然心機這麼重，哪有？我們完全知道我的愛，不過這真的好吃哎，那可以嗎？看就知道好吃哈。那這個是海參吧？是的，哇，你借一半下來，我拿去藍隊。你你瞪我？你同佢講乜會勁重係嘛？係咪？係啊。啊，煮飯唔是用啲落做下嘅。哦，拍攝。你借一半下來，我拿去藍隊。你瞪我？那當然，水會調再多一點，再多一點。啊，該姑姑哦，其實變下去。臉哈，他講的時候就是現在，放了哦。哎，你弄啲咯。姐姐問一下哈，你那個滷個豬皮嘅時節哦，是用頭肉來滷啊，還是用那個滷包？沒有放滷包。哦，純醬油。按照史婷婷咁做哈，按照孔蓋片咯。好，這道料理就叫膠原蛋白。來，海陸空膠原蛋白。哦，你一片係用吧，全部食出同個食出咧。你要先嚟掛姜媽應該切的哦。唔係啊，該成日該做乜嘅東西？哦，擺盤。要擺盤啊？哦，該姑姑哦，生病落去麼？姑姑啊？姑別不見響。要別下半支啊，等下要別下半支。哦，病麼？哦，其實病呢？等下香味出來時節。哦，香係別到底啦，未香下別未到底。我家下先撈嘅爆雪筍撈菜頭同好咧。要同過呀？同好要熟麼？當然未要熟。啊，厲害哦！厲害哦！當厲害。啊，成日個就唔是同過咧你啦。掉落嚟就會病。係，等下誒，嗰個買豬蹄筋強下邊落去，一強下煨啊去。哦。但是就這種英種嘅吊鵝卵吼，會用一點像是現剖果，就有點虎皮的那種。係。哎呦，你未啲呢？哎呦，佛跳牆啊，當然有吃過。你要講講啱剖果嘅款哦。哦，你要講講啱做卵。你是虎皮之王。哦，虎皮之王哈。好，咁酸菜幾時病呢？香菜啊，香菜，梗香菜等下是強下邊落去咧。哦，他的意思吼，佢體想嘅時節是會病嘅時節咯。有啊，有啥啊冇啥？等下是邊落去。鹹菜就會煮出面啊。係啦。咁火。強勢火誒。火。在台佛對哇。哦，大火對。我可以放水。水。還有你要加那個香菇水。不是，我要先放。該買嘅東西。蠔油，我用蠔油。蠔油係啊。這個係素蠔油啊係。水不要太多。好。醬啲嘅鹹菜啊，為嚼味係啊。對。唔吧，因為呢個食材要多啦。蠔油。好，我望下啲先孔蓋片咯。好，加油啊！要給你們感受一下。哇！準備好你們乾淨的鼻腔。來，準備好咧。感覺可以靠近一點。好，再靠近一點點。好嘍。來，1、2、3。哇！哎，這該不會就是黑玫瑰？
哎，它那个黑玫瑰啊，好香哦。该黑橄榄吧？对，哎，老多哎呦，夫给猪皮的最好食嘅，真的是太棒。我跟你说，我发现哦，要两位太极啊，他们俩手艺太好了。因为中亚跟猪皮呢，就是因为日本救生唔识阿姨咬落去。对。哇，这个你没有给他分数，没道理啦。哦，我们已经准备好得奖感言。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好，大马上提上啥？3点钟。咩嘢啊？唔明嘅，自己計啦。啊，甲竹笋来捆酱的吗？冇，最贵名，最贵名，向他煮，让他一起煨啊！哎呦，你没地嘞呢哈！哎呦，向他煮。这一道料理太棒了，比希比汉嘛。好，所以记得吼，像是可以许多的哈，莫加那个挑梅哦，就是用原本那一袋哈，对不对？哪一袋？猪皮该得了，猪皮果冻。我觉得那个真的越看越好吃呢。真嘅，这个要磨棒翻，够不够呀？莫个得先改片来来来，哦哟，有什么小秘密打快乐奔大家看好吗？可以啊。他走在打快乐吗？都得。还是要帮你翕一下？前面一点。来，1、2、3。哇！哎，两组都好澎湃哦。莫解下莫讲到准备安豆腐嘅酱係嘛嘅酱啊？绍兴酒。绍兴酒。你有学乖哦。啊。哎，体质冠军还有哈，有去赶快买酒，对不对？那种哦，识得酒啊，会讲好吧？没有啦，不一定啦，红色就红色。啊，该红烧，你有喊来干嘛的东西？绍兴酒嘛。红烧地红牛卖那种红烧。红烧係吗？係嗎？对。可是他是要做红烧吗？给我冇讲。紅燒蹄筋。係紅燒蹄筋嘛哈，喺那邊嘛㗎？蒜子啊，烏醋啊，烏醋，湯，還有湯，你竟然冇，還有湯啦。還有哈，剛剛係安妮哈。吃過，吃哦，但慢慢的挑。幹嘛嘅東西？便湯，砂糖哦。你們試試，應該便湯吧？白砂細砂糖。你有大是錯的哈。細砂糖啦。你同佢講乜會緊張係冇？係咪啊？緊張。啊，做話唔是要佢落做下嘅。哦，拍攝。你咩大家健康啊？係啊。韓國男按到翕相機都翕。哎呦。好，我們要倒數哦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就嚟吃看下最杯麵館，哪部卡將係你嘅體重譜咧？好的，我哋講啱跳高雅嘅畫面，觀眾朋友一聽咩點才上一聲你風吹嘅料理？當然，對，我想補充膠原蛋白。這個雅雅姐嘅滷味啊，嘅豬腳皮哦，我們還放海參呢。係啦。哦，這個正經風蛇會食就會呢。安澎湃。所以我在想說，等下來開始分菜，還是我來分就好了。好。我們自己夾自己要的。豬皮、海參、腳筋，其他不用，謝謝。太好吃了。哦。好吃到我真的會哭了。啊，豬皮有冇安本哦？聽男隊的說法。好啊，本台家經驗過一次之後，咱最尾本台家 surprise 也好。哎，你還沒有問問他們對我的想法。哎，挺和諧的，不是鬥講嘞。對呀。來，最後重點給他們來一下。補充滿滿的膠原蛋白的。真的好。好啦，那還需要吃藍隊的嗎？哎，當然的。蝦格嘅鹹菜呢？來，還要釣一輪啦，哈。好，來咯。哇，酸酸甜甜的。我那個醬是用來買人家給的醬啊。橘子醬蠔油。難怪口味很有豐富感、層次感。雅雅姐吃到藍水豬尾釀班。東河市，好厲害啊！碧玉姐吃到嘞，就是有客家味道。因為 Andy 就用個鹹菜啊，連個那個蠔油啊，全係個結醬嘅蠔油。有結醬的蠔油嘛？那我們補一下，來。因為他剛才最後就買啊白斬雞啦、板仁啦，哈。炒肉啦，客家小炒，係肉料紅菜吼，是凍澎湃的。係啦。凍難得吼，凍台連阿媽媽讓炒料紅菜，講哦，料紅菜凍新鮮，最稀奇的菜。對。係啊。啊，我們比方這類，
哦，因为我也是长大了很久很大了以后才有機會吃到這個東西，我覺得這個算是我們家的大菜。哦，你跟你講呢，就到手就嘅菜哦，嘅切面哈，現時嚟頭出來很開胃，酸酸甜甜的，抓的味道如何？好，現在嘅時間我都聊按多年都會看哦，大家都懂享食的料理。好，把你心目中最幸福的味道品出來就錯嘅，好不好？好。齊師傅搶本分數。哈？沒有，阿四應該係5嚟好，堂看搶本分數。哇！來，齊師傅。好。其實兩片沒做動，是差到嘛改定啊！我片嚟改酸菜以後全部炒過，佢梅頭按個加水落去，放佢燒，放佢梅頭油全部出來是凍紅，是正炒到按用。其實佢梅頭未凍紅，啊兩片是正炒過，應該時代梅頭全部都油啦，紅燒梅頭沒有出來，是正炒到按用嘅啦，係實兩片都做凍紅，真嘅。阿四零老 Andy 藍水。扳回一城呀！凉水做色香味非常齐全呐，但是今天的主轴是猪腳筋。你豬腳筋，我食到嘅雞底，還有啲啲素鹹，還有啲啲下盤呢，有啲啲素鹹啊。可能係糖加下冇糖調線，還有啲啲素鹹，還有你個豬皮肉嘅醬汁啊，都米紅，還有啲啲鹹頭。好，我做嘛本佢樣呢？因為今日豬腳筋有糯米，嚼到個湯汁嘅米絲。雖然佢煮嘅顏色冇跳脫出來，問題佢煮嘅米絲，豬腳筋嘅米絲又黏米。哇，好啦，讓到個主題主角了。好，今日嘅料理呢算係易挑戰哦。但搶鳳手呢，我做出嘅味道就冇咁簡單。比賽成績已經出來嘅，鳳吹得到3分，藍吹得到1分，恭喜鳳吹得到3000元嘅加菜金。恭喜恭喜！哇啊，藍水安好呢哦。來，哦，你係韓國類的哦，銅瓷複合金不粘鍋平底鍋，還有個環保吸管杯組。謝謝。來，恭喜！好，先來談一下雅雅姐、老太公一下這次參加的心得。來上客家節目，不會講客語是有一點抱歉。何況我嫁給客家人當媳婦，明年就滿50年了。今天有幸來參加你們這個節目，真的非常感謝，非常感謝。家客家話冇講清好，不過家客家料理做到1點讚咩？真的，好厲害的。謝。三號來問冰玉記啦，睇下講一下你要不要參加先得好冇？感謝個客家電台有機會幫我參加倆講節目。哎，下次回去我就用心的努力。過來挑戰，哈尼拜過來挑戰，主要是邀他們來，我們又有澎湃好食嘞，你們一定要再來哦。哦，謝謝。安子生，恭喜！好，實下來問一下嗬，熱潮節嗬，今日來參加咗嘛？感想冇咯？大家歡迎來。啊，新聞客家電台幫我哋啥了機會參加，雖然沒有得名啦，但是我們是志在參加啦，落學習啦。什麼？轉回琵琶姐來講一下，因為馬家寶想我哋跳過嘅鏡頭嗬，對你老公來講，來。哦，他要那個啊，他要坐月子。沒有，謝謝我老公給我精神給我支持啦，有冇辦法啦？今日講，讓他廣東派誰啦？哈，其實我也很感謝他，讓我有這機會，讓我來參加這個節目啦，哈。那麼感謝大家田旭推動好。想不到可以發揚我們客家的文化呀！因為說實在，我們客家文化真的會開始沒落。我為了這個，還要考客家檢定哈，講一三點解會講行呢？為咗你啊，實在去考咗檢定咯。姐姐，張伯謙，你係因為透露挺多咧。對啊，所以也是志在參加，主要是宣揚一下我們客家菜這樣子。謝謝各位，謝謝這節目，就客家心，是不是客家菜？恭喜，祝福大家。好。今日呢按站台位你太子哦，帶來部卡最站台位媽媽嘅米線款哦，唔但搶係一個部卡米線，還係幾隻部卡存下來嘅好米線。你啊就係你一家之做最主要嘅，就係呢用料理牽起太子嘅情感，還加用料理呢大家都要特別做啲互相交朋友。係啊，共同完全冇唔錯嗬，因為看基隆沙雖然係客家哦，唔過基隆沙咩客家哦，唔過多元融合，老母強人嘅米線嗬交融在一起，本大家嗬當有口福，歡迎大家強下來報名參加哦。
一家资助电台起家家家来报名，互相来学习哦。下礼拜再见，拜拜。